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我是小晴。哇，小邓老师，今天我们摄影棚好热闹，好特别，好有气氛哦。哈哈，是呀。今日好好自家天时好天啊！我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的小调歌曲哦。哦，客家传统小调太棒了。错啊，首天嘅单元嘅节目啊，就做在空气里接触到多客家嘅相关的文化哦。那今天小邓老师要介绍哪一首客家传统小调呢？今日我来介绍客家小调歌曲啊。从当作以前呢，你客家传统的三角采茶技巧，就是客家创民生活当中的精神的力量。根据历史的记载啊，你客家人大约的从那个清朝乾隆年间的时节啦，就使到你桃园啦、新竹啦、苗栗两道所在来落脚。两道人啊，大部分都会来自嘉应族。台湾三角采茶技巧的所用的语言，大部分就会讲那个四言腔哦，也就係嘉應族客家人所用的客家話。從那個採茶技巧傳到台灣以後呢，慢慢的流行起來。到係清末民初嘅時節啦，就有當多嘅戲班的來成立。連戲班的一度啊，就會上漲。會有競爭，呢道戲班還係以民謠為基礎，有的就用山歌來編歌詞對拍來做戲，有的就用小調來對唱，加上對拍來表演。呢兩種嘅形式呢，都係以阿楚啦、阿丹啊來考試、來調情為主。哇，太棒了！觀眾朋友收看到我們今天的節目哦，真的是賺到了哎！原來客家小調的歷史演變這麼的有故事性哦。小晴講嘅冇唔錯嗬，就以呢個旋律來講呢，你客家有道嘅小調呢，係受到大陸啦，韓國你台灣好多歌嘅，也係原住民歌謠等多元文化嘅影響，影響最大啊！當然還係從日本嘅統治你台灣時節所推行嘅皇民化運動，從啲日本人統治你台灣嘅時節啦。各類型嘅採茶技巧都受到打壓，講食材有啲嘅打賞。唔過呢，好多啲民間人士呢，利用呢個農閒嘅時節來挖苦民謠演唱嘅方式來保存啲客家嘅山歌、客家嘅小調等等。一直到啲民國40年以後呢，各種嘅技巧將重新來復興起來。各種嘅採茶技巧未曾漸地鬧熱起來。小鄧老師，那這麼說呢，不管是客家的山歌，或是客家的小調歌曲，它應該是客家常民生活最大的娛樂功能和精神食糧咯。初漢網有收音機、韓國電視機之前呢，你客家戲劇嘅發通啊，做得講係大家。從啲連沙村莊間嘅交流往來，大家坐定來看戲，對傳統社會嘅廣眾人來講，係當難得嘅社交活動之一咯。那我們就來欣賞客家小調歌曲了吧。以下出嚟介紹啲經典嘅客家小調歌詞，所謂經典嘅就係我認識啲客家小調啊，那個瓜子園呢屬嘅小調歌曲呢，係必學嘅曲調哦。那個歌詞講：一盤瓜子3碼30雙，數件包來數中藏，相送奴來情歌哦，相送來奴情歌哦。食到瓜子相到娘啊，思想麼呀得強啊，咿呀咿得有。食到瓜子相到娘啊得有，一條樹根3碼3尺3，雙手抱用下牡丹來燒得好哦，抱用來燒得妙啊。慢慢吹來慢慢彈啊，思想麼呀得強啊，咿呀咿得有，一心修來送情歌啊都有，一記六組3碼3尺3，送本情歌做動手來口中吹哦，琵琶來手中彈，慢慢吹來慢慢彈啊。
雌雄莫呀得强啊得强，一呀一得有，慢慢吹来慢慢弹啊得有。